駿巨星啊，星晚金擺咗喺前面放啦。內欄第4嘅川河洞區啦，紅眼罩嘅外邊呢，咁啊粉紅衫仲有隻年年幸運啊，第5位到啦。內欄第6啊，藍白直間衫啊，4季醒出邊啊，富心星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咁啊先見到添開心內欄出邊好多利高啊，尾3千杯不醉啦，暫時大墮後2匹馬哪吒同埋金匯星星啊。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啊，一馬當先放咗出嚟就係勝萬金噶啦，快過你年少多好添啊！八駿巨星啊咬住內欄第3，內欄第4位有呢隻4季醒啊，中間川河洞區出邊年年幸運啊，後啲先嗰啲富心星啦，埋邊啲添開心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勝萬金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中間呢有呢隻年少多好逐步追佢，中檔位置上仲有八駿巨星，外邊4季醒亦都嚟緊啦，最後100零米年少多好透出，但係呢隻八駿巨星幾個節目將佢追過，咁啊外面位置上嚟嘅馬仲係隻富心星，接近終點八駿巨星贏啊，跑第2名年少多好，第3名啊。外邊有呢隻就富心星，第4名呢，咁啊要影相喎，好接近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八駿巨星咁啊都表現得相當理想啊，一路跟手一個比較主動啲嘅位置，咁啊1,200落咗嚟跑1000呢個級數上。